日本本週夜晚再有6級嘅餘震，震央係位於靜岡縣東部，震源深度大約係10公里。靜岡縣富士宮市等地地震嘅強度係6級，相信唔會引發海嘯。而山梨縣同埋神奈川縣錄得5級以上嘅震度，而千葉縣、東京都同埋長野縣錄得最大嘅震度都係4級。今次日本嘅大地震同埋海嘯，仍然有幾萬人失蹤，救援人員繼續喺多個災區度搜索。其中喺宮城縣救出多個生還者，包括一個 BB 女同埋佢嘅父母。喺重災區宮城石卷市，搜救人員搜索嘅時候，喺一座嚴重倒冧嘅建築物，聽到有人大叫，最終成功救出呢一名被困瓦礫96個鐘頭嘅20歲男人，佢只係腳部受傷。喺另一重災區岩手縣嘅大槌町，一個被海嘯沖毀嘅住宅入面，搜救人員救出一名被困92個鐘頭嘅70歲婆婆。佢送院之後證實出現低溫症，並冇生命危險。佢個仔話地震當日曾經嘗試喺屋企將媽媽救出，但係唔成功。而家終於鬆一口氣，但係佢嘅爸爸仍然失蹤。當日喺岩手縣逃過大難嘅災民，目前喺市內唔同嘅收容中心暫住。喺大槌町呢一個室內運動場就有大約500人入住，門口貼滿尋找失蹤家屬嘅訊息。即使喺死門關逃出，佢哋每一日嘅生活亦都唔易過。食事とかなんかは炊き出し、ここの近所の方々が自分とこのお米を出したりしてね、バーッと炊いてね、このぐらいのおにぎりですけども、ここへ持ってきてこう並べてみんなにこう一人一個ずつでこう渡してるんですよ。本當にね。目前大槌町仍然有大約17000幾人未能成功聯絡。而嚟自英國、美國同中國等國家派出嘅搜救隊伍已經陸續抵達，兵分多路參與救援工作。佢哋嚟到大船渡，仔細搜索每一座建築物同埋汽車。搜索犬亦都大派用場。美國嘅搜救隊相信仍然有機會揾到生還者，但日本氣象廳預測未來幾日當地嘅氣溫會下降同落雪，可能影響生還機會。無線電視記者宋兆聰報導。